低头祷告，真理的圣灵啊，恳求你引导我们认识真理，帮助我们认识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，以及学习施洗约翰做一个伟大的见证人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这个错了，应该用红色的。今天叫做喜乐主日，就是将临期的第3个主日，叫做喜乐主日。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那个诗会的宣召文就说：“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。”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你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因为主已经近了，主耶稣近了，圣诞节近了，我们要非常的喜乐。好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。照理说，我们今年是乙年，乙年是读马可，但马可很短，我们今天就读约翰。那约翰福音跟前面3本福音书不一样，前面3本福音书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被称为共观福音，可以对照排列来一起看的，叫做共观福音。约翰福音叫做第4福音。那约翰福音在讲到的施洗约翰，跟前面3卷共观福音讲的施洗约翰非常的不一样。那同一个人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。前面3本共观福音提到施洗约翰，他的施洗的目的是要叫人悔改归正，并且要结出果子，以悔改的心相称。可是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，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都没有跟悔改挂钩，没有，是凸显耶稣基督是谁。来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6节到第8节，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为光做见证。约翰福音开始要讲耶稣基督的宣道以前，先讲到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。然后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就很清楚说：“我不是那个光，我是为光做见证。”所以意思就是，我把你们众人引到那位光之的前面，使你们蒙受光照，然后呢，得着光明的生命。我不是光，我是引路者。他的很清楚，把众人。所以约翰强调，你们信仰的对象不是我，是以耶稣为对象，而是建筑在一个见证的基础。见证的基础，所以他说：“我就是那一位引你们去认识那个光。”所以我们的这个约翰福音强调说，是为了众人，为了一切的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约翰福音第1章19节的19节跟28节，这里分成2个段落。一个段落就是19节到23节，是对约翰身份的质疑。这一段质疑呢，是祭司跟利未人派来的，换句话说，是宗教当局的质疑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半段24节到28节，是法利赛人派来的。法利赛人也是宗教的领袖，他们第2次盘问约翰。然后呢，约翰就透过2次的盘问，他就怎么样答辩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次，他们犹太当局非常的敌视施洗约翰，因为施洗约翰我们在共观福音提到，他的讲道何等有力气，他的见证又何等的感人。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然后吃的是蜂蜜，过得最简朴的生活。然后，而且那些当时的宗教的当权人都是假个有些，因为他们是宗教跟政治合一。这个人成为他们无言的定罪，他们非常的愤怒。然后，尤其他讲的道又这么有力，
所以他们就跑过来，好像司法单位来到约翰面前，他就提了问题，他就提出3个很直白的问题。那约翰呢，就提出3重否认。他们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，他们认为说，这个人讲到这么有力量，而且见证又这么美，他是不是我们历世历代所盼望的弥赛亚？是救主，是我们以色列人最渴望的那一位和平之主。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。他是一个英明的法官，伟大的君王。有了他的来临，我们一定可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，我们也可以脱离那些政治的剥削。哇！他们那结果呢？施洗约翰说：“我不是基督，而且还说并不隐瞒，并且明说我不是基督。”你看他我不是基督，否认了3次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基督。”他们就退而求其次。那你大概就是那个以利亚。原来他们认为那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开路先锋。开路先锋很像什么？那个以前的那个州官，州县的县官要出来的时候，不是有人会敲什么孔开，然后回避肃静，有没有？前面的人先遣部队呢，就帮他安排了所有的一切，然后地要扫干净，然后油漆什么什么，这个开路先锋。那个他们认为那个开路先锋是以利亚，是最伟大的先知。结果约翰就明说：“我也不是以利亚。”哇，他们就更愣了。那你怎么讲到这么有能力？他们就说：“那你第3个，那个我们在《申命记》读过，摩西说将来有一位先知，上帝要赐给我们以色列民。这个先知像摩西一样那么伟大的先知，所以一定你就是那个先知来了，对不对？”结果约翰说：“我也不是。”结果他们愣住了，讲什么都不是。所以利未跟那个祭司跟利未人说：“那你到底是谁？你叫我们回复，那才有我们来的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要他自己说了。那约翰就说了，他说：“我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我就是旷野的声音呐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意思是说，我只不过是一团声音呐，没有什么值得你们那个的，我就是一团声音而已。我那个声音的目的，就好像说我在那边喊回避肃静，讲这个就好了啦。你别赶快回避肃静了，不管我是谁啦，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人要来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当这些人退去以后，第2批人就来了。他们那一批人是谁？法利赛人来了。法利赛人说：“那你不是基督，你凭什么给人家施洗？”原来在当时，施洗是给悔改归正的非犹太人加入犹太教的时候洗礼的。结果约翰的答复说：“我的洗礼不是要你们入你们犹太教，而是我的洗礼是要让你们为那个弥赛亚的出现做准备。因为有一位会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认识，他就在介绍耶稣基督了，就这样子。”好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同这段经文，我们来反省一下，来反省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。第一个，这段经文其实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约翰做见证说：“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你们不认识。”所以刚才那段经文，其实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约翰所推荐的那一位，所见证的那一位耶稣基督。这里讽刺当时的犹太人心里面盲目，所以我们来认识他。我们首先来谈那个做见证或者见证这个字 Marta， 希腊文叫 Marta。Marta 的意思就殉道者，所以以前有一个很会做见证的人叫做 Justin Marta， 殉道者尤士丁。做见证是约翰福音常常出现的名词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出现了4次。在当时初代教会的那时候的地中海附近，那里的人非常注重名誉，所以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做见证人越多，
越能保证当事人的崇高的声誉。所以声誉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而是有多少人因为我得帮助，所以更多而且是权威的人士他的肯定。哇！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他到底是谁给他做见证呢？是无与伦比的。好，第一个是天父为他做见证。来，你们知道耶稣基督讲话很喜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喜欢讲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对不对？”他讲话都讲这个名词。奇怪，那个英文就是 very very I says to you， 可是希腊文是 Amen Amen I says to you， 他说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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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奇怪呢，那个所有的旧约的先知都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耶和华跟我说，所以我才跟你们说，这样了解吗？还有在祷告的时候，在那个祭司祷告的时候说阿门。而耶稣竟然说：“我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。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的话，其实是天父在我的心里，他在我心里，我说的就对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来，耶稣在叫那个拉撒路复活，他有没有说：“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拉撒路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？”有没有这样祷告？没有啊。他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了解吗？直接讲。还好耶稣没有说死人出来，不然全世界死人都出来了。他说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耶稣基督每一次遇到要医病、要赶鬼，都直接说出来命令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说的话，就是天父说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第5章37节、8章18节说：“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。”所以耶稣基督是有天父为他做见证。好，第二个方面，耶稣基督是他自己做见证。我们就想说，哎，自己做见证怎么算呢？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所以他是天父差来的，在人间里面最伟大的。说当然他的见证最伟大啊，所以他为自己见证，不是循环论证哦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光，是生命，是真理，是道路。”他断言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与天父合而为一。哎，讲这句话好讲吗？讲这句话的时候，简直是极大的亵渎啊！犹太人马上拿石头，当场要把他 K 死啊！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是面对生命的危险的，是付出死的代价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认为说，我即使死了，我也是要见证我与父原为一。还有一次，耶稣讲的话更让他受不了。他说：“还没有你们的祖先，就有了亚伯拉罕。”这很像对中国人说：“你们还没有你们的祖先皇帝的时候，就有了我。皇帝出生的时候，我还帮他坐月子，还换尿布。你说拜托啊，耶稣啊，你还没有50岁。其实耶稣那时候30几岁啊，跟我一样，头发先白了，对不对？怕蒙了不白之冤。那个你还没50岁，怎么说你比我们祖先亚伯拉罕？哎，拜托啊，你比我们的祖先2800年前的人说。”而且如果我们读希腊文或者读英文就知道，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, I am。哇，这句话一听都受不了啊！意思是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麦基洗德在为他祝福的时候，我就在；他下埃及，我也在，了解吗？他死了，我还在，我现在还在，了解？他们说，哎呦，你看这个满泥不输贵，怎么说万年不死呢？其实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时候，他说：“生命在我，复活也在我。”意思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然后就叫拉撒路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的整个门徒都相信了。如果耶稣没有这样做见证，我觉得耶稣是说谎。耶稣这样做见证，如果耶稣是假的，那耶稣基督是亵渎上帝，而且是极其笨，因为他的见证被杀死，了解吗？所以耶稣的见证是何等的那个好，耶稣的工作也是他做见证。5章36节说：“我父要我成就的事，便见证我。我奉我父所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”耶稣基督他的爱心、他的医治、他的服务、他的宽恕，他充满了怜悯。为什么？
因为父在他里面，他又在父里面，所以他就代表父的那个权威。圣经也为他做见证，耶稣所接触过的人也为他做见证。撒玛利亚的妇人看到、知道耶稣的见证，生来盲眼的那个人见证耶稣的医治能力。听说那个公会犹太公会要钉死耶稣的时候，就找了一群人来，哇，就排队，他们要来索属耶稣，是作假、欺骗。结果那个瞎眼的说 ：“I was blind, but now I am see。”我从前是瞎眼的，如今我看见了。那个聋子说：“我从前是聋子，现在我听见了。”那麻风病人说：“我从前麻风病，我现在得了洁净了。”结果那个整个公会就很挫败，我不要你们讲这个了。他说：“但是这是事实，我不能否认事实在我身上的体验。”有一次在那个牧笛布道会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人打对台，他说：“你们信了耶稣被骗了啦！耶稣是极大的骗子，讲了一大堆。”结果有一个人说：“耶稣是骗子，我不知道。但是，我从前是一个嫖毒瘾的浪荡子，把我们家的财产弄得把我父母都逼死了。我现在悔改了，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”然后他就对那个讲的说：“你讲你的无神论，你可不可以找出25个无神论者，说因为信了你的无神论，整个生命改变了？”那个人愣住了。但是像我这样的人，在芝加哥大火，我们做过这些坏事的人，我可以找出100个。我们从前怎么败坏，如今听了耶稣基督的真理，我们生命改变了。就是这些人就是做见证，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有天父做见证，有他自己的见证，又有他的工作做见证，加上什么？哇！所有的门徒做见证，还有圣灵做见证，圣经做见证。所以我们就今天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些见证，如同云彩般的围绕我们，我们就要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光，是生命，是复活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借着他，我们可以得到生命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我们来反省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约翰的见证。约翰做见证是很精彩的的人。第一个，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勇敢的见证者。为什么他是一个勇敢的见证者？他很尽责，他面对法利赛人，他敢做见证。法利赛人是那个耶稣基督死了以后，那个沦陷了，整个叫做耶路撒冷城沦陷以后，唯一存在的，是当时被认为道德修养最好的、品格最好的、最遵守上帝律法的人。这一些人觉得我无可挑剔，我来挑剔你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祭司利未人这些当局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这一些人在渴望等候弥赛亚，结果却排斥眼前这一位见证人。他在被百般排斥、四面受敌的时候，施洗约翰给我们基督徒确立了一个榜样：基督徒必须为主做见证，不可畏惧反对的势力。信仰永远面对挑战，我们要永远接受挑战。有人说我父母还没有死，我不敢信耶稣，哇，他们要拜要什么什么，都怕得要命。今天早上我一个同学，他也是很痛苦，他太太来跟我赖，他说：“我女儿怎么会嫁给一个基督徒呢？我说这个是不同那个，而且还嫁给德国的基督徒。而且他说，而且结婚要女方出钱，那可是我们要锁聘金呢。”他跟我谈的这个，他痛苦到他说：“我真的很丢脸啊！你千万不要讲出去。”那个是我以前很久以前的东西，他们有那个痛苦。恐惧，其实我跟他讲说：“你在恐惧什么啦？”他恐惧爸爸妈妈，可他爸爸妈妈早就死了，了解吗？公公婆婆有些人都很恐惧。施洗约翰叫我们不用恐惧，勇敢的做见证，而且我们基督徒呢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全世界都还大。所以约翰卫斯理说：“
给我100个见证人，除了罪恶以外别无所惧，除了上帝以外别无所爱慕的，我们就要翻转整个世界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荣光堂兴起这样勇敢做见证的人。第二个，施洗约翰是用生活做见证。生活哈 ，live 当然也可以翻作用生命做见证。他用言语行为跟他的生活非常有力的做见证。所以约翰他用他的生活，他活生生的例子。那我参加上礼拜六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大学的一个会，我印象太深刻了。他在屏东圣教会在讲道的时候，口急讲不出来，我在下面急得要命。他最后说：“你们不要听我讲什么，我真的不会讲，你们看我所做的，看我所活出来的。”然后就愣在那里，就20分钟，把所有讲道的时间都花光，就站在那里，就给他这样看。那个好美的见证，他就真的活出来。那有人为什么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跟他见证耶稣是世界的救主？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生活的见证。现代人不太容易听言语啦，包装啦。我有一次去那个基甸会演讲不是，我是去那个福伦社，讲到夫妻生活，讲到怎么相处，结果下来以后，那个会长一直瞪我，他说：“公家今天 gay。”他就指着我太太说：“今天小三哦。”我太太年纪比我好像轻点多。你知道我有一次去荣总开刀结果那个荣总那护理人员跟那个说：“你是大陆妹哦，你怎么这么可怜，嫁给这个老外？你那时候你怎么来的？你是东北来的吗？”问师傅是东北来的。那个护理社不相信。结果真的发现，我讲的是真的，因为有一个人介绍嘛，他说：“真的，他下次又请我来演讲。”现在他说现在人讲很多婚姻讲得多漂亮的人结果都离婚了，不然就小三了，都骗来骗去。我已经习惯被骗多了啦。他那个是直接跟我这样讲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大家亲眼看到一个好人、一个正直的人、一个服侍牺牲的人，就我们看到了以后，我们觉得连他的话都会愿意相信。今天好多的地区实在很困难，但是除了生命生活的见证以外，很不太容易宣讲，尤其在有好多地方反对基督教的地方。第三个，他是一个谦卑的见证人。他这一位上帝所差来的，你看，凭着上帝所差来的，他就可以趾高气扬了。他一定是个大人物，可是他答案却出人意表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一个声音。”他前面用3个否认，我不是弥赛亚，我不是以利亚，我不是那一位先知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段圣经在邀请我们学习约翰的谦卑？约翰的谦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我们自己是主人，我们把自己扮演那个救世主的角色，自我膨胀。你知道最容易扮演的是谁？就是牧师啊。我有一个以前的学生现在在某一个医学中心当那个精神科主任。他跟我讲说：“陈哥，3种人婚姻最不好。”他说：“第一种人就是教授，权威人格太重了。”他说：“第二个就是牧师，牧师的婚姻大部分都不好。”他说：“最不好的就是医生，尤其是精神科医生。2个呼叫精神科医生，更不能说你有病了，你去看你精神科医生了。他说你才有病，你去看精神科医生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精神科医生，了解吗？”整天在猜对方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自己太权威人格，觉得自己非我不可的时候，结果约翰他表达的是说：“我只是旷野的呼声，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是一个虚无的、没有实质形象的声音。”其实他是个大人物，可一个大人物是这么谦卑，所以他一看耶稣的时候。看呐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。结果那门徒都跑去跟了，跟了以后他怎么办呢？拜托同样开讲座。他说：“我给你介绍某一个讲座很好。”结果学生都听了说：“再见，有空才来玩。”他说怎么办？他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”这种见证，这种感人很精彩。
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他是怎么样见证人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先锋型的见证人。我们上礼拜有讲解过，做先锋的人是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少。通常老师不会嫉妒学生比他好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老师会觉得哇与有荣焉。父母因为儿女的成就，哇那个儿女的表达啊，他会觉得自己很美很感恩。这种先锋型的人物，约翰就是彻彻底底先锋型的人物，他自称先锋，所以他知道他的工作就是先导性的跟暂时性的，所以他希望群众不要依附他，而是要把他转借给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要继续通往耶稣基督那个康庄大道，而自己呢，就是这样。你知道，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呢，约翰是一个非凡的榜样。他从不鞠躬，不霸占舞台中央，他不会把镁光灯聚在他身上，他也不会拿着麦克风就抓狂。他不是，他愿意做助理、助手，愿意做成全者了。这个助手对不起，助手翻不对了。耶和华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”有没有？那个帮助 helper 不是吃一起，而是成全者、衔接者、预备道路的人。在人生的旅途里面，我是你的陪伴者，然后我就把你交出去。昨天我在帮人家证婚的事，我跟他讲，跟那个爸爸讲说，你这一生，你最重要的，你认为你最疼的女儿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本来是你，你就要甘心乐意的把手怎么样，他的手怎么样，扶起来，交给另外一个男人，然后呢，你就黯然神伤的退回你的女方主婚人，再怎么不甘愿，都要松手，这个就是先锋嘛。有没有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就是女儿松不了手，说啊你不要嫁了啦？结果昨天那个他说，牧师我可不可以讲一下话？就说要走的时候给他交代。我说不用了啦，牧师会讲话的。结果他还是忍不住，手要放出去的时候，那个男孩子手要上来，就说蛮亲爱，就这样讲了一堆，讲完了以后就把那男的手收来，来跟你讲，我没有去，我没有下去听了，我就这样讲，我讲了几分钟，我不晓得我们弟兄每一个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这种先锋型的人物，一个不鞠躬，求主帮助我们效法施洗约翰的态度，充当助手、衔接者、预备道路的，成为人生的良伴，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女儿带到她的先生的面前，就是这样的。求主施恩怜悯，赐福我们认识这一位至圣者，也成为一个这位至圣者的见证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，在降临期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真光，我们能够迎接真光，接受真光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光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也成为一个小小的蜡烛，成为一个见证者，引导人归向真光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